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注射了的四款啦，袂听，无感觉啊。哦，我的倒手不举啊啦。耶，注了就会当放假。阿秋的白阿母陪我。你搁叫迄个名字试看看，后面的白阿母，小宝贝，你是安怎啦？你要爱啥？你甲爸爸讲，爸爸买给你。台湾乡土剧内面的白阿母，啊，你是咧哭哦？讨无就用好的。我以前讲话，啥话？今仔也假，唔通哦，袂使袂使，无代志吧？看动漫了的我讲话，那你红豆你伊亚达，ダメダメ。大丈夫ですか？太无情了，史丹利，你真的太无情了！是啊，无情单杀，无情双杀，哭啊！影片到这结束，恁若介这撮影片，请分享一下，顺刷电来，留个 camera 咪把按起点准时好不影片，刷。廉价后的老师，好，恁连刷迄过来你接送哦。来刮客，有没有要买东西？有没有买东西？没有哦，走喽。